你試過想象一個世界，女人每個月嚟月經嘅時候，會被當成係帶有病毒同詛咒嘅污穢之物，要被趕出家門，逼住搬去冰冷又污糟嘅牛棚或者泥屋度隔離。喺呢度，佢哋唔單止要面對寒冷同飢餓，仲隨時會被毒蛇咬死、吸入濃煙窒息而死，甚至遭遇強暴。而更加荒謬嘅係，同一個地方竟然仲流行住一妻多夫制，一個女人要同時嫁俾一堆親兄弟，而佢哋最重要嘅任務就係要淪為夫家源源不斷嘅生仔工具。呢個聽落好似係中世紀野蠻社會先會出現嘅悲劇，但事實上佢正正每日都喺一個被好多人視為心靈淨土、充滿神聖宗教色彩嘅旅遊勝地度發生緊。呢個地方就係尼泊爾。好多人去尼泊爾可能只係諗住睇下壯麗嘅喜馬拉雅山，去朝聖一下佛祖嘅誕生地，或者感受一下悠閒嘅異國風情。但如果你唔去深入了解呢個國家背後那些得人驚嘅真相，你根本就唔算真正認識佢。今日我就想同大家揭開尼泊爾10個最不可思議，甚至可以用顛覆三觀嚟形容嘅真實面貌。講到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一定係啱啱提到嘅月經隔離禁忌。呢個傳統喺尼泊爾西部特別根深蒂固，當地人深信女人嚟月經或者生完仔之後嘅流血係一種會帶來霉運同神靈憤怒嘅污穢象徵。如果呢段時間等女人留喺屋企，屋企嘅牛會病死，農作物會枯萎，甚至屋企人會遭遇橫禍。所以當女仔每個月嗰幾日一到，不論你係10幾歲嘅青春少女，定係已經結咗婚嘅媽媽，都會被無情地趕出家門。佢哋被逼住喺一啲叫月經小屋，或者直接喺養牛養羊嘅污糟棚入面。呢啲棚通常好細，無窗無保暖設備，冬天嘅時候氣溫可以跌到攝氏0度以下。好多女仔為咗取暖，會喺棚入面燒柴，結果因為通風不良，活生生吸入過量一氧化碳而窒息致死。更慘嘅係，有啲女仔喺瞓覺嗰陣被潛入棚內嘅毒蛇咬死，或者俾野生動物襲擊。雖然尼泊爾政府喺2005年就宣布呢個習俗係非法嘅，仲喺2017年通過咗法例，規定強迫女性進行月經隔離係刑事罪行，違者要坐監同罰款。但喺好多偏遠山區，神權同傳統觀念依然大過法律，好多家庭依然偷偷地執行緊呢種慘無人道嘅儀式。女人嘅生理期變成了每個月都要經歷一次嘅生死考驗，而呢種對女性嘅極端壓迫，並唔係到月經完咗就結束。喺尼泊爾，好多女仔嘅一生基本上係一出世就已經被定型為生育同勞動嘅工具。雖然當地法律規定20歲以下唔可以結婚，但尼泊爾依然係亞洲同婚率最高嘅國家之一。好多貧困家庭因為養唔起咁多個女，加上重男輕女嘅思想影響，會喺個女仲係11、12歲，甚至更細嘅時候就將佢哋嫁出去。呢啲未成年嘅女仔嫁去夫家之後，命運往往非常悲慘。佢哋心智都未成熟，就要開始擔起沉重嘅家務同農活。更重要嘅係，佢哋會被夫家施加極大嘅生育壓力。如果佢哋生唔到仔，就會面臨丈夫嘅家暴、冷落，甚至被夫家趕出家門。佢哋唔單止冇機會接受教育，甚至連自己嘅身體都控制唔到，一世都喺度重複住懷孕、生仔、流產再懷孕嘅痛苦循環，徹底淪為夫家延續香火嘅生仔工具。不過最令人覺得匪夷所思嘅係，喺同一個國家入面，一邊有女仔因為嚟月事被當成垃圾，另一邊卻存在住一種極為罕見嘅婚姻制度，就係一妻多夫制。如果你去到尼泊爾北部鄰近西藏邊境嘅高海拔山區，例如洪拉或者多爾帕呢啲地方，你會發現周圍都係一妻多夫。不過呢度嘅一妻多夫並唔係女人可以隨便喺街度幾個男人翻嚟做老公，而係一種特定嘅兄弟共妻制。簡單嚟講，就係一個女人嫁俾一個男人嘅時候，佢會自動成為呢個男人所有親兄弟嘅共同老婆。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點解會有咁嘅習俗？其實呢個係為咗生存而妥協嘅結果。喺呢啲貧瘠嘅高山地帶，可耕種嘅土地非常稀少。如果兄弟各自分家、娶老婆、分財產，原本就已經好少嘅土地會被瓜分得越來越細，到最後大家都冇辦法生存。所以為咗保持家族財產同土地唔被分散，兄弟一齊娶同一個老婆就成為最好嘅辦法。同時，高山生活環境惡劣，男人要出外做生意、放牧。如果屋企得一個男人，萬一佢有咩三長兩短，屋企就會失去支柱。兄弟共妻就可以保證隨時都有男人留喺屋企照顧農田同屋企人。喺呢種婚姻入面，女人要盡力平衡同每一個兄弟嘅關係。生出嚟嘅小朋友會稱呼最大嘅哥哥為爸爸，其他兄弟為叔叔。
但喺情感上，佢哋全部都會當係自己嘅仔女。雖然隨着現代文明嘅衝擊，這種制度喺近年已經開始慢慢減少，但如果你去到呢啲深山旅遊，依然會親眼見到呢種我哋覺得驚訝，但對佢哋嚟講係理所當然嘅家庭結構。講到對女性命運嘅極端詮釋，尼泊爾仲有一個世界聞名、充滿神秘色彩，但又帶點殘酷嘅真相，就係庫瑪麗活女神。喺加德滿都嘅杜巴廣場，好多遊客都會慕名去參觀活女神廟，希望能一睹活女神嘅真容。庫瑪麗被信徒視為力量女神杜爾加嘅化身，但呢位地位崇高、受萬人膜拜嘅神明，其實只係一個被揀選出嚟嘅凡人小女孩。挑選庫瑪麗嘅過程非常嚴格。女仔通常喺3、4歲嘅時候就要接受挑選，佢哋必須擁有完美的身體，身上唔可以有任何傷痕，唔可以生過病，唔可以流過一滴血，甚至連聲音都要甜美。最殘忍嘅一關係要將呢班得幾歲大嘅小女孩關喺一個放滿恐怖水牛頭又戴住恐怖面具嘅男人喺度跳舞嘅黑暗房間入面，只有完全唔喊，表現出無畏勇氣嘅女仔，先會被確認為真正嘅女神。一旦被選中，呢個女仔嘅童年就徹底結束。佢會被接進活女神廟居住，平日唔可以同家人見面，唔可以隨便同人講嘢，更加唔可以好似普通小朋友咁喺地下行路，因為佢嘅雙腳係唔可以觸碰地面嘅，出入都要由人抱住或者坐神轎。最慘嘅係佢哋喺人前唔可以流露任何個人情緒，唔可以笑，亦唔可以喊，因為信徒相信女神嘅任何表情都代表住吉凶兆頭。呢種近乎被囚禁嘅神聖生活會一直持續到佢哋發育嚟第一次月經為止。因為喺當地觀念入面，月經流血代表神靈已經離開咗佢嘅身體。卸任後嘅庫瑪麗會重新變回凡人，但由於佢哋由幾歲開始就脫離社會，冇讀過書，甚至連路都未行過，要重新適應普通人嘅生活非常困難。加上當地一直流傳住一個惡毒嘅迷信，話娶咗前庫瑪麗嘅男人會早死，所以好多卸任後嘅活女神後半生都只能喺孤獨同貧困中度過，從神壇跌落凡塵嘅落差，令人不忍直視。如果你覺得尼泊爾嘅人民風俗已經夠晒震撼，咁當你準備出發去呢個國家旅行嘅時候，你將會面對另一個物理層面嘅得人驚真相。就係擁有全球最危險機場之稱嘅盧克拉機場。呢個機場正式名稱係丹增希拉里機場，係所有準備去攀登珠穆朗瑪峰或者進行珠峰大本營徒步嘅遊客嘅必經之路。點解話佢最危險？因為佢起喺海拔接近2800米嘅懸崖峭壁之上，呢度嘅跑道極短，只有大約460米，而普通機場嘅跑道通常都有幾千米長。最恐怖嘅係，跑道嘅一端係深不見底嘅懸崖，另一端則是高聳入雲嘅喜馬拉雅山壁。換句話講，飛機喺呢度起飛同降落係完全冇重飛嘅機會，一係安全降落，一係就撞山或者跌落懸崖，根本就係一場同死神嘅博弈。加上高山氣候瞬息萬變，隨時會出現大霧、強風或者氣流，令到呢個機場嘅失事率高得驚人。好多去珠峰徒步嘅行山客最驚嘅唔係行山過程有幾辛苦，而係坐飛機去盧克拉嘅嗰半個鐘頭，真係每一次降落都好似經歷咗一次人生走馬燈。當你平安到達盧克拉，準備挑戰神聖嘅喜馬拉雅山時，你又會接觸到尼泊爾另一個極具傳奇色彩但同樣充滿血汗嘅群體，就係雪巴人。好多人都知冇雪巴人嘅幫助，普通人根本無可能登上珠穆朗瑪峰。雪巴人因為長期生活喺高海拔地區，佢哋嘅身體基因已經適應咗稀薄嘅空氣，擁有超乎常人嘅心肺功能。喺登山季，呢班雪巴人會擔任嚮導同駝夫，背負住幾十公斤重嘅物資、帳篷、氧氣樽，喺極度缺氧同低溫嘅環境下帶領遊客前行。但你知唔知道呢份工作背後隱藏住幾多死亡代價？每一年都有雪巴人因為雪崩、跌落冰裂縫或者高山症而長眠喺珠峰之上。佢哋用自己嘅生命去換取極其微薄嘅收入嚟養活山底下嘅家人。而遊客攀登珠穆朗瑪峰嘅繁榮背後，其實係用無數雪巴人嘅鮮血同生命堆砌出嚟嘅。講到珠穆朗瑪峰，大家可能淨係聯想到純潔無瑕嘅雪山美景，但呢度依家已經變成咗全球最高嘅垃圾缸同埋最高嘅露天停屍間。呢個係另一個好多人唔想面對嘅得人驚事實。自從1953年人類第一次成功登頂以來，幾十年嚟有成千上萬嘅登山客湧入珠峰，每個人上去都會留低大量嘅垃圾。包括空嘅氧氣樽、破爛嘅帳篷、塑膠包裝紙，甚至係排泄物。因為高山氣候極度寒冷，呢啲垃圾根本冇辦法自然分解，結果就咁留喺雪山之上。
更令人震驚嘅係，由於將屍體運送落山嘅成本極高、難度極大，而且充滿生命危險，所以幾十年來喺登頂路上不幸遇難嘅幾百名登山客，佢哋嘅遺體大部分都被遺留喺原地。依家當你行到海拔8000米以上嘅死亡地帶時，你隨時會行過一具具已經凍成冰雕、色彩斑斕嘅屍體。其中最著名嘅一具屍體被稱為綠靴子，因為它穿着一雙鮮豔嘅綠色登山靴。多年來，它就咁靜靜地躺在登山必經之路嘅一個石洞入面，甚至成為咗後來者用嚟判斷高度同路徑嘅地標。這種將死亡同美麗緊密相連嘅詭異畫面，真係令人不寒而栗。除咗登山客嘅傳奇，尼泊爾仲有一群令全世界軍事迷都肅然起敬，但背後同樣充滿傳奇與辛酸嘅戰士，就係達喀兵。香港人對黑卡兵一定唔會陌生，因為喺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有大批嘅黑卡兵駐守喺香港，例如石崗軍營、昂船洲等等。黑卡兵以忠誠、勇敢同強悍而聞名於世，佢哋最標誌性嘅武器就係一把呈弧形嘅黑卡彎刀。話說喺1814年嘅時候，英國東印度公司同尼泊爾爆發咗一場激烈嘅戰爭。當時擁有先進火器嘅英軍，面對住只拿住冷兵器嘅尼泊爾三民戰士，竟然打得非常吃力。英軍被呢班戰士在戰場上表現出嘅悍不畏死、視死如歸嘅精神深深震撼。戰爭結束後，英國人決定唔再同佢哋為敵，反而開始招募呢班山民加入英軍。呢個就係黑卡兵嘅由來。200多年來，黑卡兵跟隨英軍轉戰全球，參加過2次世界大戰，以及無數次嘅區域衝突。對於好多生活喺尼泊爾貧困山區嘅後生仔嚟講，能夠通過極度嚴苛嘅選拔成為一名英軍達喀兵，係佢哋改變家族命運嘅唯一機會。但呢種榮譽嘅身後，同樣係一代代尼泊爾青年遠渡重洋、客死異鄉嘅血淚史。正因為當年黑客戰士驍勇善戰，令到強大嘅大英帝國都冇辦法完全征服呢個國家，從而造就了尼泊爾另一個非常獨特、值得驕傲嘅真相。尼泊爾係南亞地區極少數從未被西方列強殖民過嘅國家。當印度、巴基斯坦、緬甸等鄰國紛紛淪為英國殖民地嘅時候，尼泊爾憑藉着險要嘅地勢同強悍嘅軍事抵抗，成功保持咗獨立主權。因此，如果你去查尼泊爾嘅節日，你會發現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呢個國家係冇國慶節或者獨立日嘅，因為佢哋從來都冇被征服過，自然就唔需要去慶祝從邊個手中解放出來。這份傲骨至今依然刻在每一個尼泊爾人嘅骨子裏。不過雖然冇被殖民，但尼泊爾喺歷史上亦經歷過非常血腥、黑暗嘅一頁。其中最著名嘅就係殺弟傳統，呢種殘忍嘅習俗雖然已經喺1920年被正式廢除，但佢喺歷史上留落嚟嘅陰影，至今依然影響緊當地女性嘅地位。所謂殺弟是指當丈夫去世，遺體進行火葬嘅時候，活生生嘅妻子要跳入熊熊烈火之中，同丈夫嘅屍體一齊燒死殉葬。當地傳統文化認為，妻子係丈夫嘅附屬品，丈夫死咗，妻子留喺世上就冇任何價值，唯有殉葬先可以洗刷罪孽，並為夫家帶來榮耀。如果有些妻子唔願意，佢哋會被夫家嘅親戚強行推入火堆，甚至用棍棒阻止佢哋爬出嚟。雖然呢種反人類嘅習俗一早被禁止，但喺今日嘅尼泊爾社會，寡婦嘅處境依然非常艱難。好多地方依然認為寡婦係不祥之物，會克死身邊嘅人。他們唔可以穿鮮豔嘅衣服，唔可以參加婚禮等喜慶活動，甚至會被自己嘅家人排擠和孤立。除咗呢啲沉重嘅歷史同社會現狀，尼泊爾仲有2個非常有趣，但同樣會令遊客覺得得人驚或者混亂嘅生活真相。第一個就係佢哋極其奇葩嘅時區同曆法。大家出國旅行，通常調整時差都係以1個鐘頭或者半個鐘頭為單位，但尼泊爾偏偏唔同，佢哋嘅標準時間比格林威治標準時間快了5個鐘頭45分鐘。冇錯，係有45分鐘呢個尾數嘅。呢個世界上只有極少數國家會用15分鐘或者45分鐘嘅時區。據說當地政府咁做係為了顯示自己同隔籬嘅大國印度有所區別，強調自己嘅獨立主權。唔單止時區奇特，佢哋用嘅曆法更會令你懷疑人生。尼泊爾官方採用嘅係維克拉姆曆，呢個曆法比我哋平常用嘅公曆足足快咗大約57年。所以當全世界人都在過住2026年嘅時候，如果你去到尼泊爾睇到佢哋報紙上寫住嘅年份，你會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穿越到咗2080幾年。
每次去到當地都要喺時間同日期上做一輪繁複嘅數學計算，真係會令遊客感到非常頭痛。最後，當你真正踏上尼泊爾嘅土地，你會發現呢度嘅宗教氛圍同日常生活嘅結合已經到咗一種令人驚嘆嘅地步。喺呢度，神明數量比人口仲要多，節日多過一年嘅日數。你會見到街上到處都係流浪嘅神牛，因為牛喺尼泊爾被視為濕婆神嘅坐騎，地位極其崇高。如果你揸車不小心撞死一隻牛，喺當地係要面臨坐監嘅重罰。你會見到五彩繽紛嘅經幡喺山谷間飄揚，見到無數嘅苦行僧塗滿滿臉嘅香灰，喺廟宇旁向遊客展示着不可思議嘅身體柔韌度。呢個就是尼泊爾一個極端矛盾嘅結合體，佢有世界上最宏偉、最純潔嘅雪山，卻有着最骯髒、最致命嘅污染。佢有對神明最虔誠、最溫柔嘅信仰，卻對女性有着最殘酷、最無情嘅壓迫。這裏有美若天仙嘅活女神，也有被困在牛棚入面瑟瑟發抖嘅少女。這裏有一妻多夫嘅古老妥協，也有喀喀兵威震天下嘅熱血傳奇。當你真正了解咗呢10個真相，再去到呢個地方旅行嘅時候，你眼中的喜馬拉雅山或許會多你一份沉甸甸嘅人民厚重感。呢個神秘嘅國度正用佢獨特嘅方式喺現代文明與古老傳統嘅夾縫中緩慢地前行緊。